因为防疫号，我们就我就直接上课了。我们今天要上的是我们对，好，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个是一般问句，这个一样是疑问词时态。那疑问词就是这几个，几嘛、比呢、把比呢这几个那它也有时态，也就是说不同的时间环境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变化。好，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几嘛了，那还有祈使句好，那个可能学员只有2个我不管，反正我们就直接上吧，可以吗？可以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呢，就是一样，就是使用这个疑问词时态，然后我们练习的这个是祈使句因为前面的直述句还有否定句我们都练过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练习这个祈使句。那一样它祈使句也有3个，那现在简单式、现在完成式跟未来这个嘎吉玛，我们先看好了，嘎吉玛、嘎吉玛好、嘎吉玛度这个这个应该上次没讲过。好，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范例那待会呢，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练习了，我们就直接附送这样子然后看念主语，然后念这个翻译这样子。好，嘎吉玛，因为吉玛是疑问词，就是问谁的意思那这个祈使句的话，就是这个嘎，这个只要加一个嘎就好了。嘎吉玛再加上就是吉玛前面加上一个嘎，就变成祈使句其实我们在前面有讲过，就是如果呃你可以用类推的回想一下，我们前面是用人名，对不对？嘎吉嘎造就是拜托是嘎造，有没有？那这边也是一样，嘎吉玛，那这个吉玛可以代表任何人啊，就是说我没有限定是谁，拜托是那个谁啦，这样子。我们有时候说中文也会这样子拜托换谁一下就是没有指定是谁反正他就是代表某一个人这样子。好，那嘎吉玛，拜托是那个谁，这样谁也可以，拜托是那个谁，因为这个是那个谁，这个中文翻译主要是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国语顺一点比较口语化一点如果是拜托是谁，这个好像是问句如果说没有那个的话，拜托是谁？这个好像是问句，可是我们这边讲的是祈使句，所以中文的话我们就加那个，然后让它更口语化一点。因为嘎吉玛就是那个感觉拜托是那个谁啦，这样子。好，嘎吉玛。那如果后面加一个后，那个吉玛后，拜托还是那个某某人，这样还是那个谁嘎吉玛度。拜托就是那个谁了其实这个还蛮简单的，我们就回想一下就是我们以前有练习过的，只要有 who 的时候呢，就是有那个还的意思那个 do 呢，未来完成式有那个就要是或者就会是谁了，有那个了或者是这边也可以讲成说，拜托换那个谁了拜托换那个谁了，这样的。好，我再念一次嘎吉玛，拜托是那个谁，
嘎吉玛呼，拜托还是那个谁，嘎吉玛杜，拜托就是那个谁了，这样子。好，我们来练习看看，可以吗？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哈，两个学员就是Alex 跟 Nukuro。好，那我们请 Alex 先好了。还要复述刚刚的范例吗？对，复述就好了。我们先不用那个。嘎吉妈就是拜托是那个谁了。哦，嘎吉妈吼是拜托还是那个谁？嘎吉妈多拜托就是那个谁了。哎，对，好，那我们来请那个 Nukuro。嗨，换你练习。刚刚那个吗？对，我们只要就是重复它就好了。嘎吉玛，拜托是那个谁？嘎吉玛哦，拜托还是那个谁？嘎吉玛多，拜托就是那个谁了。好，你看了，我再重新讲一遍哦，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比如说在开车有没有？我们比如说常常过年嘛，丰年祭要开车回台东啊，很累，对不对？我也会常讲这个哦，我会讲说，嘎吉马虎古马咪稳定都下，这样我都会讲嘎吉马虎，拜托还是因为我没有指定是谁，然后可能后面坐了3个男生，对不对？我就会说，我就不要指定是谁，我说，哎，嘎吉马虎古马咪稳定，这样稳定就是驾驶。可吉马虎古马明稳定就拜托还是那个谁啦，来开车啦，这样子。哦，这个感觉哈。那这个也是一样，可吉马都其实那种那个场景哦，这2句都可以讲。就是我刚刚的那个场景啊，可吉马都就是换是谁了这样子哦，拜托换是谁了这样。这个中文当然不会这样讲，我们就是我们原住民会这样讲，对，换是谁了啦，这样，所以那个感觉是这样子哈，应该可以领受得到哈，就是使用用这样的方式说话的这个场景，就是没有指定谁，那但是这个不是问句哈，不是问他说你是谁，或者说没有，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命令句哈，就是祈使句嘛，是说拜托换谁了，拜托还是谁这样，可吉马虎还是谁，可吉马豆，好，那我们这个感觉应该是可以的哈，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我的音量是可以的嘛？哈，可以，可以啊 ，OK， 好，那接下来这个第2个这个练习。一样也是使用这个疑问词，但是呢是我们用这个否定句的哈，那其实也是一样，在中文的话就是把它反过来就好了。好，那否定句的话，否定词使用的就是阿大，这个我们来理解一下哦，像这个阿嘎跟za爱哈，这个阿嘎它都是比较强烈的。za爱的话，它是一般的那种否定，就是说它只是是或不是的颠倒，就是说它没有那种强烈命令人的那种感觉。可是那阿嘎呢？阿嘎就是有那种强烈命令的哦。如果说小孩子说，我要出去玩，阿嘎，这个是那个很强烈哦，就是不准的意思哦，阿嘎。然后如果不可能像我们大人说小孩子要下雨天台风哦，他要出去玩，我们绝对不可能会说
在埃比萨拉嘛，就是不可能会这样讲哦，一定都是阿嘎哦，就是强烈反对这阿嘎，好的好，感觉就是这样子哦。好，那祈使句，所以它是使用阿嘎。那在这个疑问词前面再加一个嘎哈，阿嘎嘎吉嘛，阿嘎嘎吉嘛，阿嘎好嘎吉嘛，好，这个把那个时态放在否定词的后面，几乎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从以前学的时候，只要有否定词，然后那个 who 跟 do 几乎都是直接就放在那个否定词的后面，这个应该印象都蛮深刻的哈。未来完成式也是一样，阿嘎都嘎吉嘛这样的。我们来看范例哈，这也是刚刚的哈。那我们待会也是一样的方式啦，主要就是去感受一下这个句子的使用方法，然后把它记起来就好了。好，我来念一下哈，阿嘎嘎吉嘛，拜托不要是那个谁，阿嘎嘎吉嘛啊。好，简单是完成式哈，阿嘎好嘎吉嘛。阿嘎乌嘎奇嘛，拜托不要，还是那个谁？未来完成式。阿嘎多嘎奇嘛，阿嘎多嘎奇嘛，拜托不要，又是那个谁哦？我们来看这个差别在哪里所以你看呢，我们先看一下刚刚的哈，刚刚的祈使句、肯定句的时候的这个翻译哈，第三句这个嘎奇嘛度，拜托就是那个谁了哈。那否定的话，可能为了要符合说中文的时候能够顺一点，所以这个就把它改成又，因为如果我们不改的话就很奇怪。拜托不要就是那个谁，那改成又的话会比较顺一点哦。拜托不要又是那个谁，这样子哦。那我来讲这个怎么使用哈。像第一句比较好理解，拜托不要是那个谁啊。我举一个例子，我刚刚的例子哈，就是我们不是过年的时候开车回台东嘛，很累，然后拜托不要是那个谁，这个哈，第一句哦，比如说哈，我先讲，我先把第一句先跳过哦，我来讲第二句跟第三句。这个就有点像，比如说那个，比如说啦，我坐在后座嘛，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嘎造在开车，对不对？那我看他可能很累了，可是我就不要讲嘎造，我就用那个吉嘛用代替也是可以。啊，嘎我嘎吉嘛，古嘛咪用点呢，就拜托不要还是那个谁在开车，就是我不明讲他是谁，虽然大家知道是谁了，可是呢，我就是怎么讲？为了好像我说这句话，为了不要让大家觉得我在帮嘎造说话的感觉，然后我就说拜托不要又是那个谁这样，不要还是那个谁这样嘎我嘎吉嘛，所以讲这句话哈，表示那个嘎造正在开车，嘎造正在开车，我只是说我跟大家讲说拜托不要还是嘎造在开车，但是我不要明讲他是谁。就是我不要让大家认为说我在停嘎造这样子，我就可以讲这一句嘎好嘎吉嘛过妈咪稳定嘟嘟闪呢这样嘎好嘎吉嘛这样，那这个也是一样，未来完成式也是一样嘛嘎嘟嘎吉嘛过妈咪巴里天嘟下这样子哈嘎嘟嘎吉嘛这样一样，不要又是那个谁这样子哦。那这个
完成式也好，这个未来式哈，这个是简单完成式嘛哈，未来完成式这个不是这个未来完成式这个哈，跟这个完成式这两句啦，不好意思，这两句哦，都是嘎造在开车哈。我现在讲的那个情景是这样子。那第一句呢？第一句嘎造有两个状况，第一次是嘎造在开车，然后也有可能是嘎造正准备要换他开车，所以他不一定正在开车哦，就是可能我这个可能嘎造在开车，我可以讲这一句阿嘎嘎吉马古马米稳定嘟嘟下，就是他可能正在开，那我就讲了这一句，因为我挺他嘛。那还有一种就是他还没开，可能被选，可能被那个被我的太太选说啊，叫嘎造开车了，然后我就可以讲这一句啊，嘎嘎吉马古马米稳定，就是说我没有指谁，但是我就是跟我太太讲这句话，是吧？拜托不要是那个谁这样。那这个不一定是说我挺他了，我只是说开车这件事，我有意见，知道吧？拜托不要嘎造开的感觉哦，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比较一下哈，第一句简单是这个，他是打造正在开车，那第二个是正准备要开车，就是还没开，我都可以讲这句。然后这个现在完成式跟未来完成式，这个都是打造已经在开车了。然后我只是我为了要就是我要表达我的想法，说为什么还是他在开哦？为什么还是他在开？那这个我的感觉有两种，一个就是他开的不好，所以我想要换人。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挺他，我觉得他太累了，所以想要换人。这个是个人的心境的问题啦。那事实上就是说，我在产生一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希望他不要开这样子，我就可以讲这句啊，嘎我嘎吉马古马米稳定这样，拜托不要还是那个谁啊，嘎多嘎吉马马明天这个也是一样，所以这两个在某一种情况下都可以讲，就是同一个处境都可以说，哦，大概是这样子哦。诶，我讲了那么久，其实是要叫你们背了，哦，这样背好了哈。来，我来试试看好了。我们请那个一样好，也是附送哦。我们请那个 Alex 先好了。嗨，好，阿嘎嘎吉吗？阿嘎嘎吉吗？拜托不要是那个谁哦。阿嘎吼嘎吉吗？拜托不要还是那个谁哦。阿嘎多嘎吉吗？拜托不要又是那个谁哦。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谢谢。然后我们请努够了好了。哎，阿嘎嘎吉吗？拜托不要是那个谁，不要是那个谁。阿嘎吼嘎吉吗？拜托不要还是那个谁。阿嘎多嘎吉吗？拜托不要又是那个谁，或者是拜托不要换那个谁。好 ，OK。那秀兰姐请假嘛？不过秀兰姐有进来。秀兰姐你要练习吗？还是请假中？我刚刚进来，哦，我第二题好了，等一下好了哈，因为刚刚那个没有怎么听到，还没有听到哈。好，那这个哈，我再重讲一下，因为我们刚开始没多久，我们刚讲到是这个祈使句的哈，然后疑问词时态哈，疑问词起码是疑问词嘛，然后时态祈使句的话就这三个嘛，然后如果是否定的话也是一样，也是这三个，只是加了否定词啊嘎而已。好，那
这个我还是要先说明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比较怎么讲，嗯，像这三句其实后面都还会有一些会那个叫做什么，会有补语，就是说让这个句子会稍微完整一点。那比较不会说单独说这些了。那因为我们是要练习时态嘛，所以就让它简短一点，就让大家可以记起来。那通常会怎么说呢？通常就会像我刚刚这样示范的，就像比如说啊，嘎嘎吉玛古妈咪当当多扎嘎拉菲，可能会这样子，后面会有一串。那前面的话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去理解说祈使句，然后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去怎么用，这样子所以后面我会加一些补语这样。那因为我们为了要练习，所以只有放前面这几个字这样。那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好，我就继续往下好，接下来我们应该是要换了。好，刚刚是吉骂因为在上一周嘛，因为上一周是停课嘛，那上一周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吉骂的疑问词跟直述句那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比那这个疑问词。那通常这个比那就是其实是问多少数量、年纪，有形的或无形的都可以用比那好，那它的时态呢有6个，没有进行式就对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其实跟我们前面所学的时态都几乎是一模一样好，现在简单式的话就没有任何时态，所以它是现在简单式比那过去呢拿比那，顺便背过去简单拿比那，未来简单是比那就将有多少这个是那就曾经有没有？曾经有多少？现在完成式呢？比那后还有多少？比那后比那度多少了？有没有？比那度，然后未来完成一样就是这个未来简单是后面再加一个度，这样将有多少了？就要有多少了？比那度这样我们来看这个例句我们待会我先来跟各位我们待会就是一样用比那来造句这个就要自己造了所以我边讲解，大家就先想一下那尽量就是不要太复杂，主要就是把这个时态背熟好，第一句现在简单是比那个倍数，这个就应该都知道比那就是多少嘛多少钱，比那个倍数过去简单呢？那比那个倍数原来有多少钱原来有多少钱？或者是本来有多少钱也可以那比那个倍数原来有多少钱？好，那未来呢？会有将嘛将有多少比那个倍数比那个倍数好，现在完成呢？比那后个倍数还有多少钱？比那后个倍数过去完成式比那度过倍数已经有多少钱了已经有多少钱？所以这个其实你看其实在过去完成式好像我们也都是几乎都是翻已经已经怎么样了
比那多过白数已经有多少钱了？好，未来完成式啊，比那多过白数就要有多少钱了？好，好，一样这6句哈，我们这样子哈，就是一样是用比那，然后把后面这个换掉就好了，就不要太复杂哈。如果你想要换掉也可以啊，让它句子更复杂、更生活化一点也没问题哈。主要是时态了。好，那我讲说主要是时态，就是说这个中文翻译，哦，要怎么翻这样。好，我就直接翻过来哈，看看大家能不能说一个句子，然后直接中文翻译这样子。好，谁要先？好，能够先。好。比那古当烧有多少人？那比那古当烧原来有多少人？那个能够了。哎，我可能要先打断你哈。哎，你看哦，我先直接给你看好了。我们就是和我们后面哈，我们后面会有那个巴比纳。哎，巴比纳我们通常是指人。哎，我们通常是人我要的话，加一个8，要用8，所以这个好，如果你要用人的话，变成我们要讲后面的。可是，OK，那我们没有8的话哈，就是东西，9啊，东西或者是好，对。OK，比那古安能安有多少椅子？那比那古安能安原来有多少椅子？哎，那比那古安能安将有多少椅子？比那古安能安还有多少椅子？比那都古安能安已经有多少个椅子？啊，比那都古安能安就要有多少个椅子？好，谢谢，谢谢。对，好，那接下来请 Alex 好吧，可以吗？把比那古比那古鲁父有多少代？那比那古鲁父原来有多少代？啊，比那古鲁父将有多少代？比那后古鲁父还有多少代？比那多古鲁父已经有多少代了？啊，比那多古鲁父就要有多少代？好，那我想问一下 Alex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想的是说袋子吗？还是说，它是一个单位？你的袋是单位还是名词？单位单位哦，OK OK。那那我想一下哈，也是可以啦，把它当做单位也是可以，因为对对对，好。因为我以为是说，可是如果你讲单位的话哈，我想一下哦，有多少蛋？可是卢布不是口袋吗？就是名词啊，因为如果比呢，我想一下哦，感觉那个 Alex 讲的好像不完整啊，因为你用单位嘛。那其实那个卢夫斯它是袋子。哦，对，那你的意思是说，是米吗？
如要讲完整一点，就是要讲宾纳古鲁夫读巴奈嘛，这样子。因为我认为是可以变成单位，因为现在只要是容器有没有，不管是软的硬的，都可以当做那个单位啦。比如说像那个杯子有没有？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米啊，我们煮饭不是有那个小杯子，那个咕布嘛哈。咕布。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当做单位啊，杜三咕咕布不拉这样子，2杯米这样，不拉。不拉。所以如果你要用米的话，那就是不拉。所以宾纳古弗拉宾纳古鲁夫读弗拉这样嘛？弗拉弗拉宾纳鲁夫弗拉这样子。宾纳古鲁夫弗拉。对，那其实你刚刚那一句宾纳古鲁夫这个也成，可是你的翻译要改。好，有多少袋米这样？不是，如果你用说比纳古鲁夫，你看这个好，比纳古鲁夫，你就要中文就要讲有多少袋子。对，就让它变成名词，那个鲁夫就变成名词了。有道理，有道理。那因为你刚刚说比那古鲁夫斯，然后你的中文翻译写有多少袋？你没有指所以它是单位嘛，所以变单位。对，那你单位的话，你后面要有名词，比那古鲁夫斯flat 这样子。好。对，来行。对，好，那请秀兰姐了哈。对，来，比那古比样有多少糖果？那比那古比样原来有多少糖果？比那古比样将有多少糖果？比那后古比样还有多少糖果？比那度古比样已经有多少糖果了？比那度古比样就要有多少糖果了？对，好，谢谢秀兰姐。好，那其实大家蛮熟练的我们就继续往下好，那一样也是刚刚的刚刚的这个比那变成否定句。那否定句的话，当然就要有否定词嘛。那否定词后面那个比那这边就要加嘎，再加一个嘎，加一嘎，有没有？好，那现在就是时态会变像这个吼嘟都会移到前面嘛那我这里我们直接来看例句你看因为我们刚刚是问句，对不对？疑问词的话，其实疑问词的话，通常都是问句嘛，因为它是问题嘛，问别人嘛。那所以这边你看就是如果变成否定的话，它会变成直述句、否定句，就加否定的话。可是这个可不可以变成问句？其实也是可以我们来看第一句你看我们刚刚说比那股白树，对不对？比那股白树它是问句，所以它是问号。那可是如果变成否定呢？加一个比那股白树就变成不是问句了可不可以变成问句？其实也是可以。加一个比那股白树，你看加一个比那股白树，加一个比那股白树，这个是我这样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句全部可以用这个来回答，就是用否定的来回答。比如说，比那个白树，比那个白树，
哦，加一数好了，比那个白是一数，再一个比那个白数阿姑有没有？我没有多少钱，再一个比那个白数阿姑。哦，所以你刚刚的练习哈，你就是可以用这个来回答，就是用否定的来回答。哦，因为刚刚是问多少嘛，我们刚刚这样，比如说像 Alex 比那个罗夫子有没有？有多少袋子？然后我就可以说，再一个比那个罗夫子姑，这样我们有多少袋子？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疑问词变成否定的直述句哈。那可不可以它也变成疑问词呢？疑问句呢？其实还是可以。那完全没变，完全没变，字完全没变，只是语气变了。所以这个很危险，就是说语气如果不对哦，很有可能会变成问句。那所以像 Alex 的话，因为 Alex 比你不是，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个住在部落的那种语感嘛，所以会很容易出错。因为这个是直述句哦，在一个比那古白数，在一个比那古白数，用平的就好了。在一个比那古白数啊，没有多少钱。如果要变成问句哈，在一个比那古白数，好，中文翻译要怎么翻哈？我先说一下，在一个比那古白数，这个会加字哦，这个它的中文翻译是要加一个是不是？是不是没有多少钱？然后问号这样。那意思就是说哈，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比如说 Alex 好了哈，那我跟 Alex 去那个 7-Eleven， 然后我买了一个汉堡，然后 Alex 呢，他就爱买不买这样子，就是说一直在那边犹豫了哈，到底要不要买这样。然后我就会问他这一句，在一个边那个白数一数，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身上是不是没有多少钱？哦，我就是有疑问说，你是不是身上没有多少钱，所以在那边犹豫老半天这样子，在一个边那个白数一数这样子哈，这样可以理解哈。你看我讲的，我讲的那个字跟这个完全一模一样，只是呢那个语气有变了。不过中文翻译哈，要加一个是不是这样，就说你是不是没有多少钱，在一个边那个白数一数，而其他的全部都是一样，都是加是不是这样。不过这个是额外讲的哈，我们知道就好了。我们待会没有要练习这个，我只要先说而已，免得大家后面遇到这些状况会有疑问哦。所以我就先说。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只要练习这个就好了啊。否定句的直述句，哦，本来是疑问词，然后加了这个否定词，让它变成否定句哈。所以这边才写作疑问句转成否定句啊，它不是问句哦。好，我来念一遍：在一个比那个白数没有多少钱。所以待会练习的时候，你可以自问自答，你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讲的，然后你就用否定的来回答，就是用这个啊。好，第二个，那在一个比那个白数，那在一个比那个白数，原来没有多少钱。在一个比那个白数将没有多少钱。第四个，在后个比那个白数还没有多少钱。好，过去完成式，在多个比那个白数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好，第六句呢，在多个比那个白数，在多个比那个白数就要没有多少钱了哦。好，那我再说一下哈，像刚刚如果要把这个否定变成问句哈，念法全部一模一样，只是语气要变哦。不过我们没有要练习那个哈。好，那你刚刚讲的那6句哈，刚刚的疑问句哈，
全部都可以用这个来回答，这样就很轻松了哈，就不用再背了。好，可以理解哈。那我们来试试看哦。请谁先？要努过先吗？好，好，嗨，我这样子哈。可以用想的，可以想吗？慢慢讲。好，这个槟榔故宫啊，没有多少地瓜。那这个槟榔故宫啊，原来没有多少地瓜。这个槟榔故宫啊，将没有多少地瓜。这个槟榔故宫啊，还没有多少地瓜。这个槟榔故宫啊，已经没有多少地瓜了。这个槟榔故宫啊，就要没有多少地瓜了。好，谢谢能够再读啊嘎好。会打结。反正那个嘎宾娜就是它是同一个字嘛，嘎宾娜这样子啊。那其他就是对，所以只有那个啦，只有这个过去简单式那个拉放在前面，其他都是杂爱先就对了，就这样子。好，怎么都接 Alex 啦。哎，嘎古多。哎，在嘎宾那古 flat 没有多少米啊，在嘎宾那古 flat 原来没有多少米，在嘎宾那古 flat 将没有多少米，在后嘎宾那古 flat 还没有多少米，在读嘎宾那古 flat 已经没有多少米了。在读嘎宾那古 flat 就要没有多少米了。哎，像这边如果要念顺的话，其实我们都像我会这样念啦。像比如说像3、4、5句我都会这样。在后我就让它念紧一点。在后嘎宾那古白素这样哈。在度嘎宾那古白素，然后像这个第6句在度嘎宾那这样。在度嘎宾那古白素，古白素，来，所以我嘎宾那古白素，对我这边就会这样念，就是尤其是4、5、6句前面2个会念紧一点，这样子。好，来，好，换秀兰姐了。在嘎宾那古读的没有多少书本。那在嘎宾那古读的原来没有多少书本。在嘎宾那古读的将没有多少书本了。在后嘎宾那古读的还没有多少书本了，还没有多少书本。在读嘎宾那古读的已经没有多少书本了。在读嘎宾那古读的就要没有多少书本了。好，那其实也很简单哈。那这个问句否定句的问句，我们这边没有了。就是我刚刚就是说口头上增加这样子那大家记得就好了。好，那一样就是也是用比那的这个疑问词祈使句就这3个啦。刚刚的吉嘛也是这3个嘛嘎宾那后嘎宾那度这3个。好，那这个也是需要理解一下这个就是说
因为祈使句的话，这个一定要记得哦，祈使句像嗯。其实我想一下要怎么讲哈，像比如说像刚刚的哈，我不管是问句或者说这个直述句哈，我们要说这些话的时候，当然也会需要有对象哈，也会需要有对象，但是呢，那个就是说可以不特定的对象。那祈使句的话呢，祈使句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个对象嘛，那个对象是很明确的，因为你要去命令他嘛。你要对他说一些事，那希望他照你说的做，这个叫做命令句、祈使句嘛，哈。好，那这边有一个备注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讲那个 bina 是疑问词嘛，是问说有多少这样。那这边呢，因为它是祈使句，不是问句哈，所以这边就是这个所谓的数量哈。祈使句使用的这个 bina 这个数量，就是说，你跟你说话的那个人，听你说话的那个人，就说你们彼此知道那个 bina 是大概是多少这样子啊。所以这边说有一个默契跟共识在啊。那这个可能是多，也可能少哦。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虽然我这边写这么多哦。那个，你看这个中文字哦，虽然它有多，可是不是真的很多啦。呃，比如说我们不是会讲说，比如说你问我说，哎，我有很多钱，那我可能有疑问啊，我就说有多多，我会说有多多啦，你的钱有多多，我并不是说你有很多钱，我也不是说你有很少钱，我是问你说有多少，所以他的意思，呃，所以这个讲这个比那哈，这边写这么多哈，不是代表很多哦，只是说那个数量。所以如果说这边改成嗯，这些也可以，可能会比较顺一点哦。这些，可是这些因为有另外的字可以代表，所以这边就没有写这些哦，所以还是用这么多哦。不过我这边还是需要解释一下哈，这个不是代表多哦，这个中文这个这么多的意思是说，你们跟你说话的那个人，你们自己知道那个数量，你们知道那个默契这样子哦，所以它不一定是多，有可能是少哦。哦，好，所以如果我们讲说 kabina，kabina，就是说拜托这么多，拜托这些，就这些这样，拜托这么多，就这些这样子哦。嗯，比如说，比如说，给我给给我给我一杯水啊！你要这么多吗？哈，还是说这么多？有没有？有多有很多跟少嘛？哈，所以这个在中文的部分只能用这么写了，这么表示了哈。那我还是要谨慎一点去解释它哈。好，那宾呢？拜托这么多啊！我举一个例子哈。其实我要讲的主要还是针对那个 Alex 来讲啦。我希望我解释那么多是说，希望 Alex 能够理解。那像我过了或秀兰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哈，比如说 Alex 来跟我要，比如说要一些笔啊，比如说我这边很多笔啊，笔啊，比如说这边很多笔，然后 Alex 看到我很多笔，他想跟我要，我说没关系啊，阿拉安古笔啊笔啊，有没有？我就会讲阿拉安古笔啊笔啊，那个笔啊笔啊，比如说拿多少多少这样，不是哈，
就说拿一些吧。那个拿一些，就是说我们自己有默契啦，就说反正你就拿一些嘛，哦，那就所以我就会讲阿拉安国宾呢，宾呢就是这个意思哈、你就拿一些嘛，这样子。好，所以他虽然这边写这么多哦，没有说他真的很多了哈，就说宾呢就是一些这些这样子哈。好，那一样哈，我们待会一样也是这个就用附送的就好了哈，附送的就好了，把那个感觉背起来就好了。嘎宾呢，就拜托这么多，嘎宾呢后拜托先这么多，拜托先这些了哈，嘎宾呢后，嘎宾呢都拜托就这么多了，拜托就这些了，拜托先这些啊，拜托就这些。这个语气其实三个的语气其实都蛮像的，所以处境的话，其实某一个处境，这三个都是可以讲的，这三个都可以讲了。那差别是在哪里呢？差别只是在翻译上而已，就是我如果要翻成中文的差别而已。哦，所以这个祈使句大概就这样。所以他要练习的话，只是在练习阿美翻成中文这个练习而已。哦，处境的话都可以。比如说比如说你要跟我要米，对不对？你要跟我要米，这三个我都可以讲。哦，我说拜托，我说我没有那么多哦，拜托就这么多这样子，拜托先这么多，我后面再给你这样。那这个拜托就这么多了，这样就这样而已，我后面不会再给你了这样。所以它处境都还是一样的哦。好，那背起来了吗？来练习看看。谁先？能够先好了啊，背得起来吗？好，嘎宾呢？拜托这么多。嘎宾呢？哦，拜托先这么多。嘎宾呢？都，拜托就这么多了。我突然想起来哈，像处境哈，像在刚刚这三句，处境的话都可以某一个处境。我刚刚讲的那个处境就是，比如说你跟我要米，对不对？然后呢，不要，我换一个角色好了。比如说我跟努过要米，吃饭的米哈，然后他这三个都可以讲。可是呢，像第二句啊，比那后就是说拜托先这么多，表示他可能后面还会再给我。可是第三句呢，他也是说拜托就这么多了，嘎比那都，表示哦，他后面可能没有要给我，他就是只有给我这么多这样子，哦，可是那个情境都是一样的哦，只是这个是他的心态啦，他的想法，他可能想说后面再给你这样，所以他说嘎比那后，拜托先这么多了，我后面再给这样子哈。那这个的话就比较无情了，拜托就这么多了哦，后面没有了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哈。好，接 Alex 换你。はい、比那嘎比那，拜托就这么多了，是吗？没有了，拜托就这么多，然后嘎比那后拜托先这么多，嘎比那多拜托就这么多了，后面没有了，这样。对，就这种感觉，对。那只是说像这个后，我们以前都会翻成还嘛，哈。对。不过因为主要这边也是为了要中文顺一点啊，所以就是改成先这样子哦。哦，对，这边注意，这边比较要注意一下就好。好，那我们就换
秀兰姐。嘎比娜，拜托这么多。嘎比娜后，拜托先这些。嘎比娜都，拜托就这么多了。好像用这些也是可以哈。拜托这些，拜托就这些，拜托先这些，拜托就这些了，好像也是可以了。好，但是因为这个这些的话有另外的字可以代替了，所以还是用这么多比较好哦。好，那否定的话也是一样哦，加了否定词阿嘎，所以否定句的否定词就是阿嘎哈，比较强烈性的哈。那它的注意事项也是一样啦。那我们就直接就念好否定的。那一样我们3个念完，我们就先休息哈。我们一样请罗过先好了哈。否定的祈使句哈。好。等一下再重来，我看一下。嘎宾娜有没有？我们刚刚是嘎宾娜，那现在是否？拜托不要这么多。阿嘎嘎宾娜，拜托不要这么多。阿嘎好。嘎宾娜，拜托先不要这么多。阿嘎杜嘎宾娜，拜托就不要这么多了。哎，好，那换 Alex。嗨，阿嘎宾娜，拜托不要这么多。阿嘎吼嘎宾娜，拜托先不要这么多。阿嘎多嘎宾娜，拜托就不要这么多了。好，那请秀兰姐。阿嘎比娜，拜托不要这么多。阿嘎吼嘎比娜，拜托先不要这么多。阿嘎杜嘎比娜，拜托就不要这么多了。好，我们还有2分钟休息哈。不过我们来研究一下哈。你看这个否定跟肯定哦，差在哪里啊？虽然那个否定的有否定词，对不对？阿嘎嘎宾娜，可是你仔细想一下哦。我们仔细想一下，你看哦，比如说这个，我直接翻到这边好了。刚刚是嘎宾娜，拜托这么多哈。那阿嘎嘎宾娜，拜托不要这么多。这个差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有阿嘎是否定词哦，但是这个拜托不要这么多，拜托就这么多，拜托这么多。我来问 Alex 啊，你觉得那个我们看中文哦 ，Alex 你觉得它有差别吗？如果是嘎比娜，就是假设情境是嘎比娜，拜托这么就是你拿了老师的笔，可能只能给你一次，给你拿个5支吧，然后拿了5支之后，老师还有剩啊。如果拿了之后老师都自己就没得用的话，就会讲阿嘎比娜，你就先不要拿那么多，可能要再拿3支就好，留2支给老师用，是这个意思。这个你看啊，如果我要跟你，如果说你跟我借米，宾呢，拜托就这么多，或者阿嘎宾呢，拜托不要这么多。其实这个好，我感觉上2个都可以使用，就是否定跟刚刚的肯定。不过这个会表达那个心境，就是我个人的那个思想。阿嘎宾呢，就有一点感觉，就是说
我就没有要给你那么多了，就是不要这么多了，有没有？就是这两个都可以讲哦，就是说你跟我借东西，然后我就给你这么多哦，这两句肯定跟否定都可以讲，可是那个讲否定的话，阿嘎会表示我的某一种想法，就是说小气啦，哎，拜托不要那么，就有一种小气的感觉，拜托不要这么多了啊！可是可不可以讲这个？卡宾啊，拜托就这么多啊，都可以讲哦，可是这个比较感觉比较正面，就是说就是说没有那么小气的感觉哦，大概大概是这种感觉，对对对。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哈，我们12分再回来哈，我们再继续来上。好，休息一下。
好，对，好，那时间到了哈，我们就回来。哦，那个这个比纳哦，我刚刚想了一下，好像还有一个字可以代替了，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些嘛，哈，哎，我先确定一下，我们都回来了吗？kita partikel 了还你懂？啊，还有我刚刚讲到这个哈，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说我们刚刚有翻成这些嘛，其实可以翻成那个一些也可以哈，就是没有多这个字哈，一些这样，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比如像刚刚我有举一个例子嘛，像那个我跟 Alex 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他跟我要一些东西，然后我会跟他说，好了，按个冰呢冰呢这样，就拿一些吧，那一些这样子哈，也可以，拜托，拜托，就一些，好像这边拜托一些，好像这么多还是比较顺哦，拜托这么多，拜托先这么多，拜托就这么多。反正口语的话，可能这么多会比较顺，但是如果要理解的话，把那个这么多哈、理解成一些这样子，就是它没有代表一个数量，那就是一个很概略的一个数量。那这个概略的数量，就是看你们自己的默契跟共识，就是跟你说话的人，听你说话的人，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这样。那它这个一些有可能是多，也有可能是少，这样子啊。不过中文翻译这样看一看，还是可能受限于中文的那个使用方式哦，所以还是用这么多会比较顺一点哦。好，那我们就往下哈。好，一样是这三个，要比那祈使句的，那是否定句的哈。不过讲到这个否定句，我来讲一个，也是怕像秀兰姐或是努布尔会有一些疑问哈，因为你们已经会说了。像我直接来看这个例句哈，呃，有另外一种否定句哈，否定词，因为我们这边是祈使句，对不对？祈使句如果是一般的那个例句呢，否定句的话，比如说像这个，如果不是祈使句的话，我们就可以用那个za ai 有没有？比如说我问你说啊，比那个苗了，你比如说你跟我拿，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哈，然后跟我拿了一些那个，比如说跟我拿了一些东西哈，然后我就问说啊，比那个苗了，你说啊，flat 这样，然后那个 no go 就说啊。在一个宾呢，这样有没有？在一个宾那个苗了那个就这是否定句哈，否定就是用否定的方式回答我，就是说没有拿，也没有拿多少，这样没有？比那在一个宾呢就没有多少这样的，所以这个宾呢，就是也有多少的意思哦。在一个宾那个苗了那个，这样我没有拿多少啊，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是祈使句哦，是要命令的，所以它的语气要很强烈。强烈的话，就我们否定句、否定词的话，就用 aga。没有。好，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例句哈、这个就跟刚刚的一样哈、只是加了这个不要而已啊。aga ka bina
拜托不要这么多哈。诶，这个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了？阿嘎后嘎宾呢？拜托先不要这么多，然后阿嘎多嘎宾呢？拜托就不要这么多了，这样子。好，我问一下，我刚忘记了，我们刚刚有练习这个吗？有吗？哈，对对对，有是练习才那个哈。我刚刚想到说有那个杂爱这样子，再重讲一遍哦。好，那我们就往下了哈。现在就讲这个巴比纳，好，比纳的话就是人啊，比纳通常这个疑问值在问比纳的时候，就是事物或者是没有看见的事情，就是没看见的嘛哈。就是比如说像梅扎案有没有比纳？那如果是巴比纳的话，就是人了哈，有生命的人。好，那它的这个方式呢，都跟刚刚的一样哦。这个时态的位置都是一样的。巴比纳、那巴比纳、巴比纳、巴比纳呼、巴比纳杜、巴比纳杜哈，都一模一样的位置啊，只是使用在不一样的地方上。巴比纳就使用在人的数量上了。好，这个好吧，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哈，就习惯一下。巴比纳国王，你巴奈的小孩有多少个？巴比纳有多少位？好，那巴比纳国王，你巴奈的小孩原来有多少呢？好，那巴比纳原来有多少？巴比纳国王，你巴奈的小孩将有多少位？好，第四个。巴比纳后国娃娃，你巴奈的小孩还有多少？哦，巴比纳后，巴比纳多国娃娃，你巴奈的小孩已经有多少位了？已经点点点了哦，巴比纳多已经有多少了？巴比纳多国娃娃，你巴奈的小孩就要有多少了？就要有多少位了？哈，这个单位还是要有位。或者是人也可以，有多少人了？巴比纳度就要有多少位了，就要有多少人了。好，这个也很简单啦，因为这个翻译的方式都跟刚刚的一样哦。好，请我刚刚看到巴勒斯进来了，是吗？好，没关系。来的。那这个你要先练习吗？你刚刚有听到吗？好，那我们请那个好了，我们请 Alex 先好了。巴比纳，好。巴比纳古维商，你说你的朋友有多少位？那巴比纳古维商，你说你的朋友原来有多少位？巴比纳古维商，你说你的朋友将有多少位？巴比纳后古维商，你说你的朋友还有多少位？巴比纳多古维商，你说你的朋友已经有多少位了？巴比纳多古维商，你说你的朋友就要有多少位了？好，那请都够了，好了，请都够了，我们来练习哦。好。Papina kuwawa ni Nukul. 呀，Nukul 有多少小孩？Ina,那Papina kuwawa ni Nukul 原来有多少小孩子？Papina kuwawa ni Nukul 将有多少个孩子？Papina o kuwawa ni Nukul 还有
多少个孩子？Papina tu kuwawa ni Nukul 已经有多少个孩子了？Apabila tu kuwawa ni Nukul 就要有多少个孩子了？好，谢谢你过了。我们再来回头看哈，像那个如果问人家的小孩哈，像这个第4句啊，这个可能会得罪人哦。比那国文你把那这个感觉很像说，比如说我问你过了哈，如果我问你哦，如果我问你说把比那国文你一数，把比那国文一数，没有我说把比那这个你看把比那国文是我说虎哦，把比那虎，这个其实好像会得罪人的哈，就是说是他有那个比较不好的那种意思，好像说你外面还有的意思哈。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小心使用哈，这个还是要跟那个 Alex 说一下哈，因为其实我刚刚就有看到，诶，这一句感觉很怪哈，这一句是可以问啦，就是如果你不在乎那个人的话，你可以问啦。不过一般如果你这样问女生哈，问小姐或妈妈，你可能会被打，因为好像说她外面还有，比那国为数。伊拉印尼古嘟噜，然后我还问的是，比那欧好像还有多少个这样子哈？像那个 Alex，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哈？还蛮爱多。其实从中文看也会得罪人啊。你的小孩还有几位？还有几位哈？除非是某一种状况，除非是某一种状况，比如说我去拜访巴洛，然后巴洛他可能有10个小孩哈，我举个例了哈，你看到5个，对我才看到5个，然后巴洛就还想要继续介绍，我就吓到了，诶，到底有几个啊？还有几个啊？这样是没有问题哦哈。这样就没有问题。对，这个处境就没有问题，因为小孩很多嘛，一直要介绍，然后介绍不完，所以我才会问说。然后misalnya may papunta了啊，比那欧啊，比那欧就这个是没有问题啊。如果是像刚刚的哈，就是很冒昧的去问，就是说那这可能就会有一些礼貌上的问题了。比那欧，好，我们来发挥一下哦，我来问那个 Alex 哦，如果像刚刚啊，就说，就比如说像刚刚好，比那古娃娃你把那，如果你要回说没有多少个，你会怎么说？把比那古娃娃数，好，这样好了，把比那古娃娃你把那，如果你要回说也没有多少个，你会怎么说？在嘎巴比那古娃娃你把那。对，对，因为我把它应用一下刚刚这个哦。刚刚讲到那个杂有没有？对，你这样回就对了。杂一个巴比那没有多少个这样的哦。好，那我们就换秀兰姐好了。巴比那个瓦基你来的瓦基有几位？那巴比那个瓦基你来的瓦基原来有几位？阿巴比那个瓦基你来的瓦基将有几位呢？巴比那个瓦基你来的瓦基还有几位呢？巴比那多古瓦基你来的瓦基已经有几位了？啊，巴比那多古瓦基你来的瓦基就要有几位了？就要有多少位了？哎，好了。好，
这样那个保罗可以哈，有3个人示范了。Ada salaman aku. 啊，所以你记一下哦，你看这个，因为是问句嘛哈，所以这个要移到前面这样子。Mana aku. Papi nak kumuha ni Paros 的女朋友有多少位？你在自爽是吗？啊，法币什么都已经被拿走了，啊，被用光了，几毛瓦了。哦，哎，继续啊。那papi nak kumuha ni Paros 的女朋友原来有多少位？啊，papi nak kumuha ni Paros 的女朋友将有多少位？papi nak kumuha ni Paros 的女朋友还有多少位？papi nak kumuha ni Paros 的女朋友已经有多少位了？啊，papi nak kumuha ni Paros 的女朋友就要有多少位了？哇，都被拿走了，哇！这下这个可以用啊！你这样的例句，你好挖心哦！你这样的例句很像说你你们很会，什么么法币什么都拿娃娃也拿走了啊！对你这样讲话很臭屁哦。啊！怎么了？上组的时候，saya mamin sama anak啊，好，大概就这个感觉了啊。就是，所以这个阿美族也蛮有趣的哦，就是说，像刚刚像第4句嘛，这个要小心使用，然后像那个千万不要问巴鲁说巴宾那古哇，还是这样哈，很像说它很多这样，其实都没有。没有啦，因为我也都不吃。呀，早知道用嘎啦就好了。沙发也可以啊，对不对？哦，嘎啦沙发嘎嘎啊！哎，没有啦，一时没有想到，想到我还哎，啊，大概是这样的感觉了。还好没有用法发黑嘞。好，那我们就往下好了。好，哎，这个就好像刚刚讲过了嘛，就是啊，没有讲过，但是我刚刚是有问那个啦，问那个 Alex， 就是我这个我们再重新讲一遍哈，像刚刚我们是用那个疑问句嘛哈，这个刚刚也有讲过，就是巴宾娜那个时候，巴宾娜国王你本来有没有？如果这个的埃嘎先去掉的话，巴宾娜国王你本来这个就变成问句了哈，刚刚的巴宾娜国王你本来，然后如果加上否定词的话，它就会变成那个直述句，就不是问句了哈。在一个巴宾纳国王你把那，所以这个刚刚就可以自问自答，就像我们前面的练习哈。比如说像巴宾纳国我还你巴罗问句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回说在一个巴宾纳国哇你巴罗就是否定句的直述句哈。可是这个可不可以变问句也是可以哦。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嘛，在一个巴宾纳国哇你巴罗斯，巴罗斯是不是没有多少母哈？所以要加那个是不是哈？巴罗的女朋友是不是没有多少位？表示我怀疑哈。在一个巴宾纳国哇你巴罗斯，是不是没有多少位这样？所以全部都可以应用。哦，那这个我们就不练习哈。那个就是那个问这个
否定句的这个疑问句我们就不练习了，因为没有写在这边。那我们就练习这个就好了，否定的哈，否定的 Zaiga Babina 这样子。好，我们请 Alex 先好不好？一样是刚刚的，然后变成就是问句变成否定的直述句这样子。可以。这边可以看哈。好，Zaiga Babina ku wisang ni Nagao的朋友没有多少位。那Zaiga Babina ku wisang ni Nagao的朋友原来没有多少位。Zaiga Babina ku wisang ni Nagao的朋友将没有多少位。Zaiga Babina ku wisang ni Nagao的朋友还没有多少位。Zaiga Babina ku wisang ni Nagao的朋友已经没有多少位了。Zaiga Babina ku wisang ni Nagao的朋友就要没有多少位了。好，谢谢 Alex， 大概就是这样子哈。好，那我们请那个 Nicole 好了 ，Nicole。好。Zaiga Babina ku fai aku， 我没有多少位阿姨，可以用位吗？哦，哎，那Zaiga Babina ku fai aku， 我原来没有多少位阿姨。Zaiga Babina ku fai aku， 我将没有多少位阿姨。Zaiga Babina ku fai aku， 我还没有多少位阿姨。Zaiga Babina ku fai aku， 我已经没有多少位阿姨了。Zaiga Babina ku fai aku， 我就要没有多少位阿姨了。好，谢谢 Nicole。那我们请那个秀兰姐好了。Zaiga Babina ku kakani Tipus 的姐姐没有几个了。Zaiga Babina ku kakani Tipus 的姐姐原来没有几个了。Zaiga Babina ku kakani Tipus 的姐姐将没有几位。Zaiga Babina ku kakani Tipus 的姐姐还没有几位。Zaiga Babina ku kakani Tipus 的姐姐已经没有几位了。Zaiga Babina ku kakani Tipus 的姐姐就要没有几位，就要没有多少位。以上。好，谢谢。好像用否定的用这个否定句好像比较感伤哈。好，换巴洛斯。嗨。要这个吗？Zaiga Babina ku fai ni Barus的舅舅没有多少位。那Zaiga Babina ku fai ni Barus的舅舅原来没有多少位。Zaiga Babina ku fai ni Barus的舅舅将没有多少位啊，那个很感伤的。Zaiga Babina ku fai ni Barus的舅舅还没有多少位。Zaiga Babina ku fai ni Barus的舅舅已经没有多少位了，哦，很感伤。Zaiga Babina ku fai ni Barus的舅舅就要没有多少位了，哦，这个更感伤。哎，因为就要越讲越感伤。因为像
第6句的话，这个如果讲就要没有多少位了，这个感觉好像就是要走的感觉哦。过世了。对啊，这种感觉。Aluman untuk melalui, aluman untuk minum kayai。那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像这样的例句其实比较少讲了，因为好像韩嘎什么的有点，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就好像人要走的感觉哈，所以比较少讲了。不过还是可以成立了，像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像第3句，比如说像第4句好了，把那的。比如说我们讲学生，没有，我们在招生嘛，招生啊，还没有多少个，还没有多少位个学生，早比怎么起来？还没有报名。对，这个就可以常讲。所以有一些可能不好讲，就是说可能跟那个生死有关的就比较少讲了。不过还是可以用了，来。好的，那我们就往下。这个祈使句哈，祈使句的话一样就跟刚刚的一样了，跟那个巴比纳一样那个跟那个比纳一样，巴比纳后巴比纳都这个嘛，那这个是用巴比纳哈，那我们直接看例句哈，因为反正这个祈使句的话，我们刚是说，我们再回头看那个刚刚的哈。我们刚刚用比纳的时候，这个比纳，那阿嘎嘎比纳就是我们用这么多哈。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如果用巴比纳呢？巴比纳就因为是人嘛，那个巴比纳因为指的都是人，所以就多位这么多位啊，这么多人也可以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位啊。那我这个就不要再解释了，因为刚刚我讲蛮多的，就是虽然它有多的，虽然那个中文字有多哦，有那个多什么的，可是没有讲说是多还是少哦，就看你们自己所认定的哦，你们自己彼此的默契跟共识哦。那个彼此就是因为祈使句，因为是需要有一个人来说话嘛，所以那个数量是你们2个有默契的，就是彼此知道大概是多少这样子。好，那这个就不用造句哦，这个我们就是去背它就好了，附送3句哈。好，巴比呢？拜托这么多位哈，像这个我大概解释一下哈，比如说像这个巴比呢，比如说比如说我的女儿半夜要出去了哈，比如说要回来，或是说出去了，很暗嘛，现在又台风，对不对？然后短慢的照顾不到了，然后我会说就稍微人多一点，嘎巴宾纳鲁马嘎的不到哈，就是说嘎巴宾纳鲁马嘎的不到巴的黑吉苏难，就是说多几个人这样，多几位这样去跟你在路上走，这样嘎巴宾纳鲁马嘎这样，多几个人在路上跟你走路这样的，就这个意思哈，几位这样，是嘎巴宾纳，拜托这么多位这样，这么几位也可以啊。嘎巴宾纳后，这个其实也是一样啊。嘎巴宾纳后，拜托还这么多位，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念这个就好了哈。嘎巴宾纳度，嘎巴宾纳度，拜托就这么多位了，好，背熟了吗？来，请 Alex 先好了。嘎巴宾纳，嘎巴宾纳后，嘎巴宾纳度，这样的。嘎巴宾纳，嘎巴宾纳，拜托就要这么多位。嘎巴宾纳后，拜托还要这么多位。
嘎巴比那多，拜托就要这么多位了。这个要哈，这个要是可以换成拜托啦，像拜托这么多位，或者说要这么多这样子哈。就像我刚刚说的，有没有？就是陪你在路上走路，因为台风或是天很暗嘛哈，我就跟我女儿讲，要这么几位这样，要或是拜托这样哈，这是可以替换哈。好，如果我来你说，好，卡巴宾娜，拜托这么多。喂，卡巴宾娜哦，拜托还这么多。卡巴宾娜多，拜托就这么多了。那个因为巴宾娜是人哦哈，所以要有人或者是位哦哈。好，请秀兰姐。来，嘎巴比娜，拜托这么多位。位。哎，嘎巴比娜后，拜托这么多位。嘎巴比娜多，拜托就这么多位了。好，谢谢。接下来是巴罗斯达。哎，嘎巴宾娜，拜托这么多位。嘎巴宾娜后，拜托要这么多位。要不行啊。拜托还这么多位。嘎巴宾娜多变成疑问句。拜托就这么多位了。你觉得你刚刚念的会是问句吗？嘎巴宾娜多，对不对？哎呀，其实没有呢，你会变成问句哦。嘎巴宾娜多我会变成问句。那是了。没有啊，这怎么会有问句的感觉？嘎巴宾娜多，如果听得出来吗？除非你把那个嘎放在后面呢，才会有问句的感觉。巴宾娜多嘎，有没有？巴宾娜多嘎有没有？没有变位置的话，巴宾娜多，我没有问的感觉呢。应该是语调的问题。语调的问题。卡巴宾娜多跟卡巴宾娜多是不一样的。卡巴宾娜多，卡巴宾娜多变成这样。卡巴宾娜多有问句。好，那这个不是问句哦，祈使句哈。好，那我们就往下好了。这个一样啊，就是否定的哈，否定的我们就直接念了。然后，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念好了。我们就每个人念3句就好了哈。我们请那个 Alex。好。阿嘎嘎巴比娜，拜托不要这么多位。阿嘎吼嘎巴比娜，拜托还不要这么多位。阿嘎多嘎巴比娜，拜托就不要这么多位了。好，我们请努够了。好，阿嘎嘎巴比娜，拜托不要这么多位。阿嘎吼嘎巴比娜，拜托还不要这么多位。阿嘎杜嘎巴比娜，拜托就不要这么多位了。好，如果像这个第一句啊，
比如说拜托不要那么多。Agak papina，其实我会后面再加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像保罗，你听听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哈？我会再加后面再加一个字叫做好了，Agak pap，我会说Agak papina 那没有，我会有那个很辣，我也会有很辣，就没有很辣很怪啊。你们那边会有吗？哈，有啊，对，Agak papina 那这个比很辣，拜托不要那么多味了，有那个语助词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一定这个念起来，我们一定会加很辣。所以这3句都是可以加的哈。Agak papina 那 Agak papina 那都可以加哦，都可以加，都是祈使句。Agak papina 那你看都会加，都会加哈。所以这个我们主要是因为练时态了，如果是要口语化的话，就自己加了。就是那个情境就自己去那个哈，那这样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帮那个啦，像解 Alex， 因为就是在语感上可以帮助他一下这样子。好的，怎么都打去秀兰姐的，这进入过了不是放那，怎么都去保罗技术的，那么说的教Agak papina， 拜托不要这么多Agak papina， 拜托还不要这么多Agak papina， 拜托就不要这么多位了。Agak papina 很辣，很辣比较顺。好像那个阿嘎后面好像加很辣会更顺哈，会更顺。阿嘎很辣有没有？对，阿嘎都嘎好，巴比那很辣，阿嘎都嘎阿鲁曼很辣，变这样。好，秀兰姐，你们男士呢也会这样吗？我们是撒，阿嘎都巴比那撒。不要这么多了啦，阿嘎嘎巴比那撒，拜托不要这么多位，阿嘎吼嘎巴比那，拜托还不要这么多位，阿嘎都嘎巴比那撒，拜托就不要这么多位了，中间少加一个撒，我们都是用撒，这个很像那个那个萨基拉雅的是吗？我们是接近萨基拉雅。其实他们应该是男士的呢好，我们是用撒。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信息，那个伊拉古拉伊在哪个？好的。那个这个造句刚刚那个阿嘎嘎基嘛，也可以加很辣吗？可以，阿嘎嘎基嘛，那也可以。好来，这个语助词讲起来会比较加强，那个很辣会加强而且会加强你的那个无奈跟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这个比较像无奈就是曼格斯玛利亚，你看就是如果有你看阿嘎嘎巴宾纳，阿嘎嘎巴宾纳那这个有一点那个真的有无奈感的，有无奈那个命令的语气没有加强嘞，可是会加强。老师，我可以讲一下吗？好，可以。刚刚 Alex 刚刚讲的阿嘎嘎基玛，意思他好像就是已经指定那个人了，不要再有别人了。对，阿嘎嘎基玛就是他已经指定那个人了，不能再有另外的人的意思。他有人选了，有人选。对，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
刚刚保罗斯没有看到这个哈，我看一下，最一开始对不对？这个是一开始。好，这个这个阿嘎嘎基吗？有没有？就是说阿嘎嘎基吗？像如果我来解释，我看看是不是你想要表达的。比如说好，如果给什么古代个困难，然后如果你等一下帮我，就是代替我阿嘎嘎基嘛，古代这样，就是拜托不要是任何人，就是你就对了，就是指定是努够了嘛。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是，比如说他说这件事情阿嘎嘎基嘛，我们是嘛给苏阿扎，对，是那种意思。可是像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很那阿嘎嘎基嘛很那，这个没有比这个还要强烈的他好像有一点无奈这样啊，你说的那阿嘎嘎基嘛很那，就是好像要拜托你。勉强吗？有勉强的意味吗？对，就有勉强的意味。然后那个起始句的那个感觉会变软，有没有？加那个很辣的时候会变软，好像还要请求的感觉这样。对。但是如果没有很辣的话，就比较强烈阿嘎嘎基嘛，这样比较强烈一点。对。如果你加很辣，就有点恳求了，无奈。这样 Alex 你可以理解了麻烦来多卡古来。你赚到因为线上是可以加了，可是有一点无奈。真的赚到，我每次上课都赚到。哎呦，赚多了，赚多了这个给大家。刚刚讲完这个。这个就会有一点改变你看我们刚刚的那个起始句不是都在这边吗？现在简单，然后现在完成，然后未来完成这样。现在这个疑问句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哈朱啊，然后这三个，这个我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对不对？哈朱啊，就这三个可以用，过去简单以哈朱啊，未来的安诺哈卓，未来完成的达哈卓那这个哈卓我们就是用那个时间了或者是哈郭也可以安哈郭个就是哈郭或哈卓，因为好像有一些部落是用哈卓，那像我们部落，我们部落比较常哈郭因为那个卓是地点。在哪里？这样没有？对，可是因为有竹啊嘛，有竹啊，应该是属于地点。不过好像秀姑冉他们时间的话，也是用哈卓何时这样哈卓。那我们就用那个是哈古啊，我们就用哈瓜比较习惯哈瓜，因为我们讲时间嘛，哈瓜。那反正只要记得因为有的部落是讲哈竹啊。那海岸比较多是讲哈瓜时间好，南市的也是，我们南市也是以猪，以哈猪啊，用猪对不对？哈猪啊，时间嘛，对，我们是用哈瓜这样子那记得过去用未来的阿努，然后。完成的打抓我们来看看那个差别在哪里然后这个哈抓我用哈挂也哈挂啊米诺盖吉本来何时回家也哈抓就是过去的时间了也哈抓啊米诺盖吉，所以本来回来了吗？回来了本来已经回家了，已经到家了，只是不知道我只是问时间，我是问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个把奈半夜跑出去玩，结果已经回来了，已经到家了，只是不知道时间几点回来。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因为这是过去的嘛第二个
安诺哈挂阿米努盖吉巴奈，这个就还没回来哈，还没到家。安诺哈挂就是他还在外面，什么时候回来？哦，第三个他抓阿米努盖吉巴奈，这个跟这个有点像哦。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可以有一些范例，这个也是一样，就是什么时候回来？那这个差别在哪里？这个就是说我用回答的，大家就可以理解了你看哈挂米努盖吉巴奈，如果我说比如说现在是8点多比如说希望就9点好了这个意思是什么？是9点他才会回来就是哈挂阿米努盖吉巴奈我说差不多希望都给就说9点之后才会回家可是像这个打坐阿米努盖吉巴奈是，如果说9点，他这个就是说他到9点就会回来了，表示是什么？在9点之前会到家我这样问的话，打坐阿米努盖吉巴奈9点之前啦。所以我这个问题是说，他是什么时候之前会回来？打坐阿米努盖吉巴奈这个是打过阿米努盖。如果这个呢，哈过阿米努盖吉巴奈，就是说他几点会回到家？那人家问我说9点了，那表示他是说，我是说他是几点以后才会到家的意思几点以后才会回来？就是9点以后然后这样可以分别吗？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有讲到这个未来简单跟未来完成也是一样有没有？这个是未来的时间之后就会发生嘛？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之后发生，然后这个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之前发生，这样子差别是在这边ikut-ikut ayaw saya. Hai. So hakwa, tahakwa, tahakwa 这样子。好，这个伊拉给我要求不要看画面好，我们就直接念了，我们就念这个就好了把那个感觉念一念，附送就好了。好，因为时间到了如果我们再全部练习的话，可能会超过10分钟，所以我们大概就这样子。好的，那我们请那个好了，请 Alex 来念好了。好。伊哈古阿米诺盖吉巴奈曾何时回家？哈古阿米诺盖吉巴奈将何时回家？哈古阿米诺盖吉巴奈何时才回家？好，那个我们其他3位就不要念了因为都会。那个 Alex 我想问刚刚我讲的这2个的差别应该可以理解可以。可以。好，那大概就这样。那我们今天只能上到这边了我们后面反正下一周我们再继续好的。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谢谢老师。来。Maksud aku kagum cuma mi alopal.